大家好，今日 Queen 記同你哋單刀直入嚟一個蒸嘅鮮奶饅頭。普通麵粉200克，牛奶150克，伊士粉1/4茶匙，糖1湯匙，油1湯匙。好容易，好簡單，又健康又唔熱氣，希望大家喜歡。鮮奶就咁用 microwave 暖一暖佢，唔好太熱，將所有嘅糖倒落去溶咗佢，然後就將發酵粉倒埋落去，放低5分鐘。倒晒落去之後，攪勻佢，發酵粉都一樣攪一攪。可以用廚師機幫手搓麵粉，將所有嘢倒埋落去，發酵咗嘅奶糖同埋油全部劈晒落去。又或者用手搓。用手就要搓15分鐘，廚師機大約10分鐘，校6號就 OK 啦。好啦，今日我都同大家用手練習下搓麵粉先，同一個方向係咁，好似洗衫板咁捽下個麵粉，15分鐘，唔使拍打嘅，因為唔需要排好多空氣出嚟。一開頭唔想黐住晒啲手指，就可以揾筷子或者揾直膠棍，即係 silicone 質地嘅直膠棍，咁可以攪勻啲麵粉先開始搓，咁就唔使咁論盡啦。麵粉同一個方向搓15分鐘，之後灑少少油喺側邊，等個麵粉發嘅時候唔會乾身。如果冇焗爐嘅朋友，可以擺喺 microwave 裏面暖暖地嘅地方，由佢發15分鐘就得。15分鐘之後，麵粉會光滑好多，但係未發大㗎。出嚟我哋再排一排氣，將我哋嘅麵粉團攞出嚟，喺我哋工作間度滲少少麵粉，手亦都印少少麵粉，將個麵粉團碌成長方形。先向一個方向碌長佢，變咗橢圓形，跟住我哋將個麵粉轉一轉方向，就係頭尾後啲嗰度放翻扁，碌翻扁佢，咁就會變咗一塊好薄嘅長方形。我哋越薄越好，因為我哋會捲埋佢做一個卷嘅。捲平咗之後，呢個時候我哋係掃水，掃一浸好薄嘅水，跟住呢，我哋側邊再用手指壓扁佢，拉長佢，就開始可以捲一個麵團卷啦。側邊凸咗出嚟嘅地方唔緊要，我哋就咁揾個手塞翻入少少，再用個手捲翻勻勻，咁跟住呢，我哋就可以切個饅頭形狀出嚟㗎啦。切嘅時候就大約好似自己嘅手指公咁闊就得啦，因為我哋仲會擺埋一邊15分鐘，等佢醒面再發大約倍半或至2倍㗎。可以預備定烘焙紙同埋焗盤，呢一個時候如果有竹盤就更加好，咁你焗出嚟嘅饅頭就唔會回縮，亦都會白白淨淨好靚。但係小貼士就係打開個蓋少少一條罅，咁個饅頭呢先會好靚，唔會一炒晒皮嘅。呢個時候擺好饅頭，將濕紙巾冚住佢，擺喺一個比較暖嘅地方，再醒面20至30分鐘。發大會至到倍半至2倍就可以蒸啦，蒸15分鐘就食得啦。希望大家都中意Queen記同你哋一齊蒸呢一個簡單又健康嘅鮮奶饅頭。記住俾個 like 我同埋支持Queen記。呢個時候點心蒸籠嘅竹盤呢係最靚嘅，蒸出嚟不鏽鋼又會少少炒皮，但係一樣咁好食。多謝大家。